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是？为什么是詹俊清？你要行政治，有真侪路通好选，为什么偏偏选詹俊清？当初若毋是恁兜嘛要变甲即马安尼？阮兜会变甲安尼，拢是阮爸造成的。若毋是因为伊啉酒弄着人，找人担罪，我嘛袂放弃选举，伊嘛毋要犯乖。这一切拢甲俊清无关系。詹俊清在做你的时阵，就一直想要破坏咱的感情。这人心机这么重，我是烦恼你替伊做代志会互伊利赵用。友呢，咱已经分手啊，请你莫阁烦恼我的代志好无？也若无别人会误会。搁再讲，我毋是第一工做政治，你莫甲我当作是三岁囡仔。其实我甲俊清，毋管是政治的理念，还是对未来的规划，阮拢真信。就连个性嘛同款，无介意偷偷耍耍。两个人要行落去，至少方向爱同款，安尼才会当久久长长，敢毋是？是嘞，应该讲的我拢讲啊，我要先来走啊。慧美，我还有代志要问你。你甲我分手，敢真是只是因为你想要做政治，是毋是有啥物我唔知影的代志？假使真是有，陈文琪，咱分手上大的原因就是伊。这甲文琪有啥物关系啊？赵友莲，咱做伙迄年仔侪年，为啥你从来拢无甲我讲过你的初恋是恁小妹陈文琪？你敢阁会记得有一届我问你，为什么你甲恁小妹做伙要骗我？你明明就在文琪家，为啥骗我讲你到厝啊？你到底是有啥物问题啊？文琪是阮小妹呢。我就是想要知影你甲恁小妹做伙，为啥袂当讲？迄个时阵，你讲我无你的厝闹，甚至想要甲我分手。到底是我无你的厝闹，还是你毋敢面对你对恁小妹的感情？遮尔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咱无法度结婚？大概只要若有状况，咱的婚事就会放放在第二位。这是毋是代表，在咱的心肝内，对方永远拢毋是上重要的？无伫较对你来讲上重要的，就是互你藏伫亲人身份下骹的陈文琪。
我来讲，上重要的，就是政治这条路。所以我想通啊，只有放下这段感情，我才会当继续向前行。我已经在行我想要爱的路啊，你呢？老是面对你心内的答案啦。慧敏是超工华听到伊甲张友莲讲话是毋？慧敏，请你入来者。好。请坐。徐慧敏，你搁骗啊？讲什么找资料？根本就是找谷爱玲。哼，这个无理由啊吼！我有相片、汤总证据。意外，你看，我看徐慧敏一定够少侪代志隐瞒咱。讲啦，你来阮家上班真正目的是啥物？张伟。我知影伊甲张友莲见面。啊？慧敏甲我讲过啊。还阁有啥物代志心？无。若是无，先出去啦，顺续甲门关起来。好。你是超工互我听到你甲张友莲讲话，对无？你毋是爱我证明中心，拄好友莲来找我，我就你听一下阮讲啥。我想袂到还阁有啥物方法，比这阁较直接，阁较有效。暗时甲阮爸食饭啊？为什么雄雄要食饭啊？伊看过你的选战计划报告，伊真满意。希望当面甲你讨论一寡想法。好啊，咱做伙去啊。你要出去啊？我去偷车开的。你顶解出去，心脏被压起来，搁要一个人出去，我带你去。免啦，我家己去。正话慧敏还袂倒来，我烦恼伊，我去外口等伊。安尼你家己要细腻哦。放心啦，你先休困。我以前拢唔知影，原来你的酒量这么好，看起来我会较常练习啦。啉酒无需要勉强家己，也毋过恁爸真厉害，一杯接一杯拢无停过呢。我强要挡袂掉啊，伊阁敢若无代志咧。伊吼。一切人一向都爱等伊的起票，啉酒嘛同款。英暗有欢喜无？欢喜啊！甲恁爸讲足多，学着足多。看起来，阮爸已经甲你当做家己人啊。安尼你咧？慧敏，你应该知影，
我一直拢伫等你，等你离开张友莲，等你愿意好好看我，我一直守伫你身躯边。这是机密档案夹的密码。为今日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啊！无怪张俊清伊肯甲这个资料给我。这几年，咱家所有违法的政治现金来往，拢甲爸有关系。慧美，你规暝无困在看啥？爸，我摕到档案夹的密码。敢有看到啥物会当甲咱家母互倒的证据？内底的资料是这10几年来，咱撇现入位联合其他的议员接受财团违法政治的现金，逼官员做代志，还佫有用法案来安抚财团利益的详细记录，甲这个交互检调，确实会用马上甲咱家母互倒。联合其他的议员，意思是名单内底有我。爸，假使甲这个资料交出去，你嘛有代志。敢有可能甲一部分的资料交出去就好啊？甲我有关系，拢摕掉。无啥可能。恁两个资金的来往足复杂的，对任何一条开始查，拢会互相牵连出来。而且你若害咱骗现红掠，伊无可能帮你耍，一定会甲你讲出来。爸，你先毋免烦恼，给我一寡时间，我一定会摕到咱家其他违法的证据。袂用诶，你伫因的身躯边伤危险啊！这件代志，你莫阁插手啊！爸，我真无简单得到咱家的信任，早摆拉着因的头上尾啊！我无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无希望别人欺负你。张俊清送你倒来，我拢看到啊！你哪会这么讲？为着要甲我斗相共，你我唔管，你即马就去甲伊辞职，这份头路你莫做啊！你莫甲伊有来往啊！袂用诶，既然我已经决定啊，无达到目的，我绝对袂放弃的。你唔免烦恼我，我家己会处理。毁灭！爸，我准备一下，等下爱上班。
办？已经4个月啊，后盖来产检就会当知影是查甫还是查某啊。到时阵阿姨一定爱请阿姐来陪你哦。阿姐敢有讲较想要查甫还是查某的？伊讲生查甫生查某拢好，也毋过我较想要生查某囝，希望我的查某囝会当像伊选共款巧搁水。一定的啦！而且这个囡仔足乖的，伊一定感觉我有心足辛苦，毋甘折磨我。我即马袂白囝，会食会啉，而且心情好足济啊！真是哦！哇，你是足大心的乖囡仔呢！阿姨，我感觉应该搁等一下才会轮到你。我想要去食便所。哦，去啊！我等下囥遮，你替我顾者。好啊。妈哪会伫遮？伊无爽快心。这妇产科吼，伫另外迄边啦。你吼，莫黑白走哦，有啥物代志我来做就好啦。哈，这是病院，来来去去是足侪人的啦。千万哦，就毋通去伤着我的宝贝仔金孙的吼。来，行，咱来去哈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来，行，咱来去哈。啊！妈，你哪会甲伊做伙？你来遮创啥？既然拢互你看到啊，嘛无需要隐瞒。我有心啊，巴肚内的囡仔是冠华的。哎呀，文玲，文玲，文玲，你听我解释啦，哎哟，即摆要安怎才好啦？哎哟，安尼比来比去，也毋是互伊发现呐。哎哟，即摆害啊啦！我是惊吼文玲发生啥物代志。心弟啊，你吼先转去啦，啉来一个，人讲我才陪你过来啦吼。好。哎哟，叶冠华，代志别空啊，我着看卖，即届你要安怎解决？哪会去遮久？周明芳小姐，话了。好，多谢。请入来。哇！喂妈，安怎啊？我咧无闲啦。啊！伊哪会去拄着啦？我毋是叫你莫甲伊见面啊！你真咬搞找麻烦呢。好啦，我先靠问你啦。
阿姨，文林的手机哪会伫你遐？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伊今日陪我去产检，等产检的时阵走去便所，后来嘛唔知影走去倒位，就甲伊的袋仔甲手机拢留伫我遮。等我检查出来，搁等一阵啊，拢无看到人，所以我只好甲物件找来互你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姨无，我先转去看卖好啊。伊应该是袂记你什么代志啦。阿姨，你嘛知影，文林这个人较欠天啊。顶摆伊咧厝里煮汤啊，煮一半走去倒粪扫，倒粪扫，搁走去买物件，转来哦，迄鼎汤哦，拢变乌啊，你知影无？拢臭火焦啦。伊可能临时受到什么代志，所以就先走转去。若无你较早下班好啊，你紧转去看文玲，假使有啥物代志，随时甲我讲哦。来，紧转去啦。哦，好，多谢阿姨啊，多谢。哎呀，有找到文玲无啦？无啦，我去学校，文玲甲医生接走啊。我想应该是转去张家。但今嘛要安怎才好啦？我哪知影要安怎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这囡仔咱袂用治，叫你莫甲伊见面，你搁甲伊做产检，我哪会知影要安怎？哎呀，我是想讲，要替咱叶家留一个后代啊！我拢想好啊，等甲囡仔生落来，我就甲伊抱转来饲啊！而且是查甫的呢，足唔甘的啦。妈，恁囝搁这少年，你免惊无孙通抱啦。搁再讲啊，生日无可能白白甲囡仔让互咱啊！我感觉这件代志就是伊设计的啦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因为哪知影文玲甲周明峰当时去迄间病院啊？好，即摆上重要的就是啊，甲文林带转来，唔管用贵的用旧的，拢爱甲伊接转来啦。啥啊？文玲哦？唔是啦，周明峰啦。喂，阿姨啊。冠华，文玲到厝啊未？我真是足烦恼伊。阿姨，歹势，互你烦恼啊。文林已经转来啊。安尼伊哪会啥物话拢无讲，就一个人转去啊？甲我惊死啊！哦，伊就雄雄身体无爽快，头壳足晕呢，边仔有人真好心，就扶伊去诊室啊。哈？安尼有要紧无？伊无要紧啊！伊讲伊出来的时阵，你已经走啊。伊的手机甲钱包拢藏咧袋仔内底，我嘛是接到病院的通知，才去接伊啊。医生有讲，伊无代志啊。好，无代志就好。安尼你伫咧厝内好好照顾伊，假使你要请假，随时甲我讲。还是文玲的身体较要紧，知影无？哦，好，多谢阿姨，多谢阿姨，阿姨拜拜。看起来哦，伊还未甲张家的人讲，还够救。哎，即摆上重要就是甲文林找出来。妈，咱在遮休困足久啊呢，敢会个转去啊？要毋过妈妈无想要转去。安尼咱要去倒位？妈妈，我巴肚枵，敢会去食饭啊？妈妈袂记得带皮包出门，你珠包内底阁有偌济钱？我有足侪钱诶。
欢迎光临。文玲、怡水，照顾无快。你哪会这个时阵来？是嘞，交换。我身躯顶无啥钱，搁拄好伫附近，毋知我会当去倒位，就只好来麻烦你啊。交换，钱我就要诶。好，先莫讲，坐落再讲。先坐。多谢，多谢。杯个好啊，紧食。多谢。怡酸有好食无？好食。好食。文妮，你毋是爱食杯果，也是我去做三明治。唔免啊。歹势啊，我敢会当甲你借一寡钱？应该2-3千就有够啊。我想要带医生去大饭店。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，恁今日困我才好啊，会当困我的房间，我会当困床裤。敢会用啊？也毋过，安尼我就歹势。不要紧啊，遮尔晚，你带选出去嘛无方便。困我遮，我电脑较放心。多谢。食饱才讲，豆豆食。目睭起起紧困啊，来，晚安。妈妈晚安。晚安。交换，多谢你收留阮。免客气。迄落，今仔日的代志，敢会当请你莫甲阮阿姊讲，还阁有，嘛莫甲我的亲人讲，卡婷嘛是。我无想要互因烦恼。好，多谢。我知影你无想要甲亲人讲，也毋过有一寡代志，家己一个人忍耐会搁较艰苦。若是无要紧，会当甲我讲。多谢。豆豆来，无想要讲嘛无要紧。冠华，甲外口的查某有囡仔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
冠华，甲外口的查某有囡仔。我就是伊已经甲外口迄个查某断亲去啊，谁知影伊也无伊。我感觉我的世界毁掉啊！这几年我付出的打拼，怎么完全拢无意义安尼？上害的是，我不想要回去，我连我会当去倒位我拢唔知影。卡叔，你头壳乱糟糟，唔知影要安怎的时阵，你安怎做？多谢。我应该会先什么拢唔管，就放你拢唔管是？嘛毋是讲放你唔管，也毋过莫马上做决定，因为伫头壳乱糟糟的时阵，你做的决定，有可能会互你家己后悔。我的个性伤软食，无参像阮阿姊。但是阮阿姊，伊一定知影要安怎处理。本来为母则强，为着遗传，你一定不会互家己软食。我嘛听恁阿姊讲过，恁妈一直毋管日子有偌苦。拢会甲恁姊妹仔带伫身躯边，阮妈嘛共款，伊嘛是一个人甲我车养大汉，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当坚强起来。而且这时阵，遗传嘛只有妈妈会当倚靠，只有你会当保护伊。大家准备者，要不要开会？哦，陈议员敢有伫？长官，有啥物代志？我是地检署检察官李俊良，有人检举陈议员有违法的行为，阮来调查抄物件，请恁配合。毋是啊，长官，恁讲抄就抄哦，恁即摆是甲议员服务处当作啥物所在啊？这是法官签发的搜索票，恁若是唔配合，就是妨碍公务。检察官，你讲阮犯法，敢有证据？证据当然有，检举的人提供你、陈撇贤委员，佮有其他10几个议员违法禁止现金来往的资料，阮搁在一个一个追查，除了请服务处，嘛要请陈议员甲我去地检署接受问话。是你检举的是无？竟然敢出卖我！是我！是我检举，甲慧敏无关系。七国雄，
你刚才你在做什么公代志？我只是甲进前恁兜对阮兜做的代志连本带利行你尔。你就是你安尼做，恁饲家就当翻身是无？我甲你讲，你唔通袂记哩。你嘛伫共一只船顶，我若是出代志，你嘛走袂去。你感觉我会惊是无？我才拄出来，加讲关入去尔。也毋过伫我毁掉进前，我要甲你还有恁爸留来陪葬。开始敲，电脑全部扣啊，所有资料拢查倒去。是。刘志公，你袂当走。阿菊请，有啥？曾议员，配合者，甲我走一撮地检署。徐慧敏，我袂遮简单就放你煞，咱小拄会着。张议员，等你有法度出来再讲啊。检察官，我甲这嘛有关系，甲我做伙带走了。爸，我予你2点钟的时间，中昼派人去接你。多谢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无代志啦。检察官有讲，我是自首，而且佫提供证据，主动配合调查。检察官的要求，法官判较轻的，真紧就转来啊。恁两个好好啊照顾家己，等我转来。我知影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妈，你毋免烦恼阮。你要好好照顾身体，你的心脏无好，心情要放较轻松呢。放心，我只要想到咱家，就安尼毁掉啊，无可能佫徛起来啊。我的心情就好真济啊，心脏病嘛袂佫举起来。爸，你拢是为着我。爸犯法，都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一旦老实面对家己做唔到代志，我真安慰，免惊有一天变空，免佫规工烦恼甲紧张。慧敏啊，爸这世人上大的骄傲就是你。希望为今日开始，你嘛会感觉我这个老爸也袂歹。妈，你真是袂歹。
我要来走。爸，我打算用无当一个身份，选后一届市议员。我会靠家己的双手，拼出市惠民家己的一条路。交还。哪会无伫啊？敢是去送咖啡？交还。阿平，你当时来的？我拄到位，我听到楼顶有声，掠准你伫楼顶。哦，是哦，应该是猫，最近野猫足侪，我正伫楼顶。你带查某等来过暝啊？无啊。安尼拄则是不是啊？袂当讲是电视的声哦。就甲你讲无啊。交还，身为你的朋友，你的经纪人，我有义务甲权利提起你。你虽然即摆独身，也毋过你嘛是有淡薄仔名声，千万袂当舞新闻，尤其是一夜情，严加禁止。交还，歹势，我拄则无说你踢着鬼啊！你敢毋是陈文琪的小妹？你毋是结婚啊？你哦，交还，你哦，交还你这可恶的！你竟然破坏别人的婚姻，你这可恶，你这可恶！你较认真嘞！我是安怎认真啦？你竟然对陈文琪的小妹出手，你羞不悍，是啦，你羞悍，你羞因为我悍啊啦！伫家厝长，我身躯顶阁无早钱，阮查某囝巴肚枵，我才来麻烦交还，是好心收留阮。安尼，你暂困咯。楼骹仓库，咁真呢？无假骗吼。唔对，你无想要转去，是安怎唔转去后头做？是安怎唔做陈文琪斗相共？因一定会收留你啊！因为我无想要互我的亲人知影我的代志，我想要家己解决。哈？阿平，既然你拢来啊，就斗相共啦。斗相共啥？替伊找离婚律师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从来无拜托你任何一件代志，也毋过即届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互恁家一个机会，好无？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就看在医生的面子，原谅我好无？你嘛无希望医生以后无爸爸。你若真是有家医生藏伫心内，你都无去外口找查某。伊即马若甲伊离婚，毋着啥物拢无。安尼叶冠华拍算安怎？我爱伫阮母仔囝，也是搁爱我甲巴肚内囡仔摕掉。妈妈，问你，敢找到医生？叶冠华，阮查某囝若有啥物查糖两天，我绝对要帮你耍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帽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。
开始怀念，从一个无言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